前卫建筑贵在工法，老旧建筑美在故事。从每一口呼吸，从每一次指尖的触摸，从每一眼时间留下的蛛丝马迹，就像是这座蝼蚁庵故事的未完待续。请饮茶。哇，新民调咖。哇，这里不仅是茶具很特别，连整个建筑物都好有风情哦。底是招牌的喜庵。哦，原来这里是蝼蚁庵扁串烫的地方哦，难怪这里的建筑很有风情哎。那 Toga 有什么菜色可以介绍给我呢？我哋下会拢介绍基隆合切手的客家菜。好啊，来，今日看下哦。客家菜。我的猪脚係我特色。不要。哦，我猪腳。你先打。好。叫起来。在戏院里面吃饭，没想过吧？这一趟虎口之旅，这一顿饭吃起来特别有滋味。餐厅原先是以前的复兴戏院，是给虎口营区的阿兵哥看电影休闲的地方。没落之后，餐厅老板承租，保留了售票亭、放映室，这属于老街的繁华特色。色泽斑驳的海报，布满岁月痕迹的旧物，错落在空间中，为每一道菜添加不同风味。好期待哦！哇，有猪脚哎，猪脚，最爱。对，叉油炒饭。哇！酱油，倒解猪腳凍河雪。呢個豬腳凍酸的，凍燒的豬腳啦，所以凍香。在虎口後山這座戲院品嘗結實的雞、鮮美的魚、香嫩的豬。客家人愛物惜物，在料理中處處可見紅糟、豬油、福菜。這些讓人意想不到的美味，都成了客家料理的標記。蝼蚁庵扁串燙上演着一出出的美食大戲，只屬於客家的滋味。茶油、鯽魚，全都是主角。